醫院管理局創新求變，積極配合市民嘅需求，建構可持續發展嘅公營醫療服務。人才係醫療服務發展嘅動力。今年嘅得獎者嚟自唔同嘅職系，開展更多智慧醫院項目，提升病人嘅體驗，改善運作嘅流程，對我哋嘅醫療體系付出咗卓越嘅貢獻。今年我哋好榮幸有14位優秀青年、7位傑出員工同埋6隊傑出團隊獲獎。佢哋迎合未來嘅服務需求同埋護理模式嘅發展，將創新科技應用到臨床，造福更多病人。呢啲成就離不開所有同事嘅共同努力。期望大家再接再厲，攜手為香港市民提供最優質嘅醫療服務。今年我哋好高興收到94份提名，充分體現咗大家對活動嘅熱烈支持。遴選委員會係根據候選人或者團隊嘅貢獻進行遴選，準則涵蓋以人為先、專業為本、敬業樂業同埋群策群力。而優秀青年獎更加需要擁有成為倡導者嘅特質，能夠激勵團隊創新，注入活力。恭喜晒！我有幸喺上年4月份加入殿堂級嘅科研組織釋巴斯科學研究榮譽學會，成為全香港史上第一位放射治療師得到呢個殊榮。喺2017年咧就發現咗有一隻超級細菌，咁其實喺香港咧亦都逐漸普及㗎啦。而家都攞緊啲唔同嘅數據，咁就希望可以壓剪喺香港傳播。我哋引入咗激光嘅治療，即日就可以用一個30分鐘嘅手術處理咗一啲喉嚨嘅不同嘅病症。有啲癌症病人啦，喺佢食藥之前啦，其實就要去檢測酵素啦。咁我就係負責去研發呢個檢測方法。小朋友腦間嘅情況，香港嚟講咧，認知度唔係真係咁高啦。我去講解俾大家聽，可以用啲咩方法咧去幫病人。因為盆腔比較窄啦，我哋咧要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去處理到直腸嘅癌症，咁包括大腸下嘅黏膜剝離術啦。好多參加過計劃嘅中學生咧，大學揀科咧都真係入翻一啲醫療嘅科目啦，畢業之後又可以加入我哋醫院繼續去服務咁樣。我都推行咗一個非輸血性地中海貧血嘅一個併發症篩查啦，及早篩查出一啲嚴重嘅病嘅。啲同事同埋上司啦，好俾 support 我嘅，同埋某程度上佢哋都好俾空間俾我發揮我嘅設計才能啦。我想研究嘅就係一啲運動預康復嘅療程，咁等佢哋術後康復可以更加快同埋更加好咯。咁我喺嚟日本或者其他地方學習完之後翻嚟咧，都將呢個微創技巧咧加以應用喺我哋病人身上。要喺嗰啲組織入邊咧揾有冇癌細胞，咁電腦就可以成張片都數晒咯，反正電腦唔會攰噶嘛，咁準確啲。呢個地中海貧血篩查咧，改善咗我哋成個檢測嘅流程啊，同埋整體嘅成本。咁其實最緊要就係有創意，病人將來復康嗰個計劃啦，都係因應翻家庭背景啦、自己個喜好啦，而去作一啲調整同埋配合嘅。近一兩年，我諗我哋其中一個新啲嘅項目咧，就係我哋醫院咧引入咗一種叫做新一代嘅家居血液透析服務，比較適合香港比較擠迫嘅居住環境嘅。將我嗰個理念啦，或者我工作嗰個態度同個熱誠啦，希望可以傳承到落去，發揚感染控制嘅精神。心臟衰竭呢班病人一入院嗰刻，我哋已經有一啲血液測試咧，去揾呢班病人出嚟。而家係每1-2年咧，就有一啲新嘅毒物出現。咁我哋會加強監察啦，提升我哋預備嗰個能力啦。每日我都會睇住我啲同事啦，感染佢哋同埋同佢哋一齊做，可以傳承到我哋嘅技能。準確咁拿捏到資源嘅分配啦，喺提升效率嘅同時，我期望我哋可以更加提升士氣，發揮到團隊嘅職能。特別要多謝嘅就係急症室嘅同事，二話不說即時做到個回應咧，係幫到我之餘咧，仲要幫到啲傷者啊、病人啦。肉芽都會引致到會有滲血、流血，我哋用縫線結紮，希望佢自己能夠脫落，呢個都係好創新嘅方法嚟嘅。隨住物流業發達，我哋都會睇到，如果可以一路跟進到呢個標本呢，其實就係一個更加理想嘅方法。我哋面對嘅年輕病人呢，佢哋好多疾病啦，我哋幫助佢哋完成夢想啦，希望佢哋知道人生有價值啦。
我哋嘅團隊咧好敢於創新，提供心心社靈全人關顧。好多老人家咧唔使舟車勞頓咁去覆診，都得到佢哋好多讚賞㗎。Mindspace 咧係全港唯一集精神健康歷史、教育同埋 VR 於一身嘅體驗館，俾參觀者咧深入去了解其實精神病係乜嘢嘅回事啦。咁我哋都想睇一睇可唔可以做到一啲嘢去推動一啲文化。喺呢2年都即係舉辦咗唔同嘅活動啦，咁希望可以令到佢哋感受到有一個即係大家庭嘅感覺。